继续来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代理主席王必忠，因为甲延任的条款来删除，所以12月初1，这个任期到期了后 ，NCC 敢若剩3位委员，到时阵这个 NCC 可能就无法度运作了。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宣布，要重新来提名到 NCC 的委员。另外，立法院伫12月17要来行使到考试委员同意权的这个投票。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平安今仔日特别率领到被提名人来拜会到民众党。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率领考试院正副院长甲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前往民众党团进行拜会。各位委员所要了解的业务，我相信他们会尽全力来答复，也希望得到贵党团的全力的支持哈。台湾民众党本来就是对事不对人，对这些考试委员提出来，我们的满意度算极高。虽然讲满意度真悬，也毋过民众党也提醒，考题也是爱会记回答，那无恐惊影响立法院实质的审查。毕竟立法院最近除了积极来审查明年度的总预算，前正个月人事同意权，嘛列出公听会甲审查时间，偏偏甲那摆考试甲司法两院独欠 NCC 的委员。因此，我会重新审慎所提名的这个委员，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候继续担任我们的被提名人？我们最近正紧锣密鼓的，能够筹出一份新的人选。杜英泰积极提出解封，就希望立法院会当赶紧审查。毕竟立法院才拄三读通过，台独 NCC 委员万年延任的条款。敢若剩3位委员的 NCC 运作恐惊会动点。NCC 它应该是一个独立超然，而且最主要不能够一片绿油油，所以它也应该可以跟在野党来事先做协商啊。好，现在左院长是从善如流，这是根本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这个名单提出之后，那立法院应该也要尽速来做审议了。朝野无分党派，同齐呼吁赶紧审理。嘛看出来杜英泰伫人事上有真大压力。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